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，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。係約翰福音第3章18節。喺呢節聖經裏邊，我哋好緊要睇到一點，人被定罪嘅原因。喺呢處俾我哋睇見，人被定罪嘅原因係因為佢唔信神獨生嘅仔耶穌嘅名。所以一個人佢被定罪，都未必因為佢犯咗罪或冇犯罪。佢被定罪係在乎佢有冇信靠或者話接納神嘅兒子嚟到做佢嘅救主。呢個係神定罪嘅標準。如果嗰個人係好多罪，如果佢肯謙卑悔改嚟接納神嘅兒子耶穌做佢個人嘅救主呢，咁樣佢所有嘅罪都因為耶穌在十字架上代死救贖嘅功勞，完全得以赦免，得以塗抹，使佢成為一個無罪嘅人。但係相反，如果一個完全冇犯過罪嘅人，如果佢只係拒絕耶穌做佢嘅救主，呢個人已經犯咗一個被定罪嘅罪，就係不信。最大一個罪唔係嫖賭飲吹，唔係偷呃拐騙，唔係打家劫舍，最大一個罪係人唔要神，人信神，人唔要神嘅兒子。呢一個係定罪嘅神定罪嘅標準。我要舉一個例，譬如話有2個女學生，佢要考一間學校，於是2個都考咗啦。但係出榜嘅時候，佢哋發現有一個得，一個考到，一個考唔到。嗰個考得到嘅呢，樣子唔係幾好樣嘅；嗰個考唔到嘅呢，樣子好美麗嘅。咁當一放榜嘅時候，呢個好靚嘅女學生睇到榜上冇名啊，個心就好唔高興。佢點解你會考到？點解我考唔到？有咩理由？於是佢就去見校長。佢話：校長，我哋一齊考你哋學校，但係佢考到，我考唔到。點解？佢話：校長，我比佢靚得多，佢醜怪，我靚，但係點解我咁靚都考唔到啊？點解佢咁醜怪反轉考到啊？呢個校長聽到真係啼笑皆非。佢係對呢個學生話：我哋呢間唔係選美學校，如果我呢間係選美學校，你咁靚呢，你一定呢可以被選。佢咁醜怪呢，一定落選啦。但係我哋呢間係學校呢，唔在乎人靚唔靚，但係在乎人有冇學問。佢雖然醜怪，但佢有學問，所以佢考到。你雖然靚到咁厲害，但你冇學問，所以你一樣考唔到。同樣，人喺神嘅面前被神稱義，被神拯救，做神嘅兒女，得着神嘅生命，唔在乎人有咩嘅好嘅行為，有咩美德，都唔係話因為人有咁多罪就不能夠做神嘅兒女，不能得着神嘅生命，都唔係。咁講得清清楚楚呢，
就係話人被定罪，講實都唔係因為佢犯咗呢樣罪嗰樣罪嗰樣罪，冇錯，罪嘅工價係死。但係如果佢犯晒所有嘅罪，單單佢肯謙卑悔改嚟到接納耶穌做佢嘅救主，佢都可以得救，佢都可以成為神嘅兒子，蒙神悅納，佢所有嘅罪得赦免。因為神定罪嘅標準乃係在乎人有冇接納佢嘅兒子耶穌。人接納神嘅兒子耶穌就係接納神自己，人尊敬神嘅兒子就係尊敬父，即係尊敬呢位神。人拒絕神嘅兒子就係拒絕神，人接納神嘅仔耶穌做救主就係拒絕神。所以呢個係神定罪嘅標準。如果你有好多嘅美德，又行好多善事，做好多好嘅嘢，但係如果你冇接納耶穌做救主，你拒絕神嘅兒子，唔接納佢，咁樣你就犯咗一個最大而不可赦免嘅罪。呢個罪就係不信。人所有嘅罪都得赦免，除咗耶穌所講嗰個得罪聖靈嘅罪之外，所有嘅罪耶穌在十字架上都可以得到赦免。如果我哋肯謙卑悔改，接納耶穌做我哋嘅救主。所以今日我哋被定罪，唔在乎你犯幾多罪，多罪好，少罪好。你犯多罪，亦未必因為你所犯嘅咁多罪而滅亡；你冇乜犯罪，亦未必因為你咁好而能夠做神嘅兒子上天堂。唔係，因為神定罪嘅標準在乎人有冇接納神嘅兒子耶穌做佢嘅救主。所以信耶穌係嗰個中心，係嗰個關鍵，好緊要嘅。神將佢嘅仔耶穌打發落嚟世界，俾我哋睇見佢，佢有肉身，為我哋成就咗嗰個救恩，真係人無法推搪嘅。其實神嘅兒子耶穌咁嚟救我哋咧，人應該好歡喜接納先啦，但係人偏偏唔要，從神嚟嘅唔要，反轉魔鬼要添。你一睇下當時嘅猶太人就知啦，耶穌係神嘅兒子，為佢哋醫病趕鬼，幫助佢哋好多嘅問題，解決佢哋好多嘅痛苦。最收尾呢，神嘅兒子嚟到世界都係要拯救罪人，咁為佢哋而降生嘅，將來亦要為佢哋死嘅。但係猶太人竟然唔要佢，拒絕佢，情願點呢？釋放一個殺人作亂嘅囚犯巴拉巴。呢個唔單止係猶太人嘅態度，唔止係猶太人嘅心，亦係全世界人類嘅心。我哋人就係咁，總係一個性情唔要神。我哋裏面驕傲，幾好我哋都唔要神，我哋情願要鬼，害到我哋半生半死，害到我哋顛顛倒倒，但我哋都寧願要魔鬼，寧願要罪惡。人情願在罪中受苦，都唔寧願嚟到接受耶穌做救主，以致得福得平安。你話我哋人定罪就係咁，我哋冇揀選耶穌，我哋嘅揀選錯咗，我哋隨着心中所喜好嘅去行去揀，我哋歡喜放縱我哋肉體嘅情慾。我哋話我哋裏邊有一個敵擋神嘅心。呢個係我哋定罪嘅原因，因為人有個敵擋神嘅心，跟住就人就放縱，跟住就人就犯好多嘅罪嚟到敵擋神，高舉人，高舉魔鬼，而唔要神。哦，唔怪得聖經話，信耶穌嘅人不被定罪，唔信嘅人罪已經定了。因為佢唔信神獨生子耶穌嘅名，神將佢嘅仔降世，
係要嚟到拯救我哋。我哋拒絕佢，我哋有乜理由會得救？有乜理由唔滅亡呢？一個跌咗落水裏邊唔會游水嘅人，有一個救生員去救佢，或者話有人將一個救生圈掉俾佢，或者拋一條救生繩俾過佢，但係佢拒絕，佢唔要人救。試問下，佢有乜嘢理由可以得救？佢有乜嘢辦法可以話唔被浸死呢？因為佢拒絕拯救，拒絕拯救就係拒絕生命，自己取死。今日你豈唔係好似呢個跌咗落水嘅人一樣？我哋今日沉溺喺我哋嘅罪惡之中，我哋仲危險，因為我哋將來要永遠滅亡。但係今日神將佢嘅兒子好似救生圈，好似救生繩，用自己嘅生命，用自己嘅寶血嚟到為你為我犧牲，嚟到做我哋嘅救主，伸出佢也曾為你釘穿過嘅手嚟到呢，要拯救你。你竟然唔接納，甚至到而今就喺呢個時候，你仍然可以觸摸到，你仍然可以睇見一隻釘痕嘅手，神兒子耶穌愛嘅手，仍然向你伸出嚟，願意拯救你。你點能拒絕？如果你拒絕，你就係拒絕生命。我巴不得你現今就接納，主啊，我要，咁樣你就成為一個得救重生嘅人，稱為神嘅兒女。你最愛人願要來，個主在此等待，只要講你愛你心愛，只要你看信他，只要信他，只要信他，現在要來信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